欢喜教会的活动，就是我若是基督长老教会的石盘团契。我就是吼，足侪年前吼，第一摆要去参加即个石盘团契，前到罗希莫换车，车走去啊，就咧搁等半点钟，一个司机吼甲我讲，你若坐我的车吼，敢若加行一个不落困尔，吼，安尼直直行去哩，安尼就到啊。我讲好，前坐伊的车，到遐落车的时吼。看到迄个行差不多40度啦，我爬袂起，我也无车，也无举拐啊，我迄阵的骹爬袂起，我行差不多10米啦吼，就咧停咧，我就甲上帝讲，我上帝，是毋是我着爱活倒转去，就转去，吼，哦，马上哦，迄淑仪姐讲头前哦，车停落来，伊就落来甲我讲，小莲姐你徛来遐，你等一下，因先生就咧。U-turn， 就来甲我载起来，再来石盘团契。这项代志，互我感觉讲吼，即个团契就是我要参加的，上帝允准我，爱我要参加的，所以我就来参加即个团契啦。即个团契吼，我有够欢喜的。吼，即个是，咱这是有一个运动吼，我先介绍一下，即个咱这团契是安那的。吼，咱这团契就是讲一年12摆，拢是每月日的拜六的早起是10点半，到下晡是2点半。大先有运动，过来吟诗，过来主持人吼，拢会分享因的经验谈，吼。过来有 product，下晡是搁分组落去分享安尼吼。每一个负责的人拢足敖，安那呢？因分享，保持互人诚心实，搁有教导，有经验，毋是册去读会到的啦。我受到足大的利益，像咧讲，正月份吼，迄个先生咧讲，迄落团契吼，伊迄个主题就是咧讲，人咧困的时，即个脑车垂体会去整理，互咱想有，这足重要的，因为吼，我若咧暗时若咧想无，我拢想讲，来困，明仔载也会知，上帝就互我知影。就是讲，咱咧困的时，迄个就直接学着的，就是讲，即个脑车垂体，伊会去接线，接无好势，互咱知影安怎做代志。这就是搁吼，得到足大的利益啦。我逐摆来即个团契吼，拢有学着物件，我拢有学着物件。毋捌一摆遮侪年吼，毋捌一摆讲吼，我来吼，我感觉讲无爱来，无迄个代志。我逐摆来就足欢喜的，亲像迄落感觉讲，当去台湾迄个回娘家迄个感觉啦，迄个内底的人会疼心吼，这团契的内底会疼心，有迄个上帝的疼伫因内底，有迄兄弟姊妹的疼。讲咱台湾话啦，我足欢喜，搁吼，迄落拍laptop的时吼，准备的台湾菜好健康好食安尼吼，我足好命的安尼。上帝很欢喜，就是像阮这家己大个人，吼，伫厝里拢静吼。袂是阮足有修养，毋是啦，我不种啦吼，我家己爱要做王，家己大吼。来遮吼，毋是讲叫你念念，来遮是讲叫你讲啦。所以吼有机会通讲话，你敢知？伊分享的时间吼，就会当讲咱的感觉，讲
听别人的感觉，啊，听人的见证吼，好，迄足好诶，足好诶。啊吼，上帝心息诶代志，就是迄个上帝诶疼心伫咱团契诶内底啦。啊，甲吼兄弟姊妹中间诶内底有迄个无看着迄个疼心，迄个上帝诶疼心，啊，互我足好命诶啦。我吼来遮吼，毋是简单吼，身体运动吼，骨骼疏松症会当保持，搁吼迄紧脱开吼，啊袂安尼抽来。早时咱这老人拢较会抽起来吼。嘿啦，我80几岁啊，所以会使讲咱老人拢会较抽。啊，这是教会听设计即个团契吼，非常非常好诶。啊，即个迄个咧办诶咧主讲诶人吼，因嘛拢互咱感觉足心息，啊学着物件，啊迄落找无当去读着物件，人诶经验吼，啊甲咱教安尼吼，好诚好，非常好诶吼。啊，亲像迄个有一日我甲专无兄讲，啊，迄落号做要保持即个老人痴呆症，爱食啥物菜啊，食啥物物件，好啊，伊就去看册，啊，就去准备，啊，就甲咱教安尼，足亲切的啦，足好的。啊，即个团契互阮，互我吼有足济物件，毋是干讲身体健康，啊有通食，啊搁吼，搁学着物件，啊听人的经验，啊搁有机会来分享咱家己的经验。好，足好命诶啦吼！啊，我足感谢讲为即个团契，互我通来。